我覺得彈網好刺激同埋好好玩，喺空中飛嘅感覺都唔錯咁樣，跟住就中意上呢個運動。運動好似彈網咁樣，可以喺張彈網上面跳嚟跳去啊，好似有飛咁感覺咧，就係其實好少啦。第19屆香港中學彈網錦標賽早前就喺港灣道體育館度舉行，一共有接近200位嘅同學參加，爭奪個人、隊際以及雙人同步嘅獎項。其實我哋香港隊咧喺亞洲裏邊嚟講個水平咧都唔算太差嘅，但係咧日本啊甚至中國隊咧佢哋已經係有專業隊，我哋係屬於業餘隊，所以我哋咧都正追趕緊佢哋嘅專業水平嘅。學界嘅水平都相當之高嘅，咁啊有好多運動員咧都做到好多個空翻，咁我哋香港隊咧亦都派咗幾個代表咧去參加個人嘅項目嘅。其中一位香港代表就係高主教書院嘅賴信希，佢係以28.4分奪得男子丙組個人賽嘅冠軍，而同樣係港隊代表嘅孫靜怡就喺女子丙組攞到季軍。嚟緊我將會代表香港參加呢個亞洲錦標賽啦，咁我心情係非常之興奮嘅，因為可以有呢個榮幸代表香港出戰。咁我覺得喺參加完亞錦賽之後，可以吸取我遇到呢啲中國哈薩克呢啲強國嘅經驗之後，就可以翻到嚟香港帶俾其他隊友。係我而家練緊新嗰個動作，叫 Crash Dive Fall Out 啦。咁嗰個動作咧雖然有啲複雜，不過我即係做嗰陣時就會覺得好興奮啦。咁我做完咗之後都會覺得好滿足啦。因為嗰個暫時係我學咁多個空翻裏邊比較難嘅一個。嚟緊會代表香港去參加日本邀請賽啦。咁我嘅目標就係可以攞到一個好成績，然之後為香港爭光。每場個人決賽都有8位運動員參加，每人要做出10個自選動作。而家見到嘅夏展華呢，就係以36.03分取得男子甲組嘅冠軍，而女子組甲組方面呢，林巧欣就力壓2位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嘅同學，成為第1名，成績就係36.28分。好開心咯！我上年都攞咗乙組冠軍嘅，今年都攞咗 A grade 冠軍，所以好開心。其實我今日都幾滿意自己動作啦，因為其實都係琴日先係話練得最穩定啦，所以其實今日做到成套10彈完成都幾好。雙人同步嘅賽事，除咗難度同埋演出分，仲要計埋同步分。嚟自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嘅夏展華再贏多1面獎牌，佢夥拍住黃仲軒奪得男子組嘅第1名。咁至於女子組方面，最後一隊出場馬利諾修院學校嘅組合吳佩嘉同埋潘偉圖就係以35.9分係奪得冠軍，亞軍同埋季軍就分別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以及加勒薩書院嘅同學奪得。